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顺势把他的手年少心中有些轻狂，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曾让你心疼的姑娘，这个左手竖着距离，这个如今已悄然无踪影。抓着他手腕，右手抓手腕，上部啊，上爱部情曾让你。对方这样抱着你的时候呢，你呢不要慌，然后仰头，用你的上颚来撞击他的鼻梁，然后捂鼻子的时候再推他一下。对方这样抱着你的时候呢，你呢用左手按着他的手不要让他动，不要让他跑。然后右手呢，掰对方的下颚，要往外，两个手交叉让他放。然后对方这样抓一下，打一下，不挡一下啊，然后呢，上步，然后在这个地点来把他的脖子。然后脖子的时候，就说这个手环节啊，知道以前的绝招好武功，然后对方问世间多少个能上高峰？上步啊，成功，然后呢，威风，固定着他的腰啊，男儿有多少真的是英雄？谁是大？当别人掐着你脖子的时候呢，往后退的时候，你呢向你转肩啊，向你转肩，然后抬膝右臂啊，稍微格挡啊，格挡啊，然后上步啊，上步用这个手腕啊，挎他的扣他的脖子，缩他的脖子，然后扣紧啊，手往外翻啊，锁死他啊。让对方这样掐着你的脖子往后推的时候呢，你呢要把右臂抬起来，然后格挡，把这个身体抬动，然后上步啊，固定啊。当对方这样拿起手挥给你的时候呢，你要举起手来，让对方放松身体啊，然后呢，把他的手往外拨啊，然后上步啊，来，手脖子，再抓你的手，站着。当对方这样掐着你脖子的时候呢，你呢，他一手啊，扣紧啊，大拇指扣紧他这个小指和这个无名指的这个中间啊，这叫中枢穴，抓紧，翻过以后，绝招好武功，问世间多少个能上高峰？成功，威风，男儿有多少真的是英雄？谁是大英雄？是他。当别人从后面抓着你头发的时候，你呢扣紧啊，向前上步啊，低下身体弯腰啊，再往上猛走啊，然后再拿紧啊。当被对方从身后这样连手臂一起抱起来的时候呢，你侧不开，那你呢向右踏步啊，向右踏步啊。左手呢这样可以抬着啊，手环你可以抬着，然后攻击对方裆部啊，然后再抓手啊，别比啊。
然后来换过来，别着这个对方这个肘啊，这个肘关节啊。当对方这样抓着你的时候呢，来双手抓着啊，哎呀，脚啊，哎呀，用身体带，用身体带，哎，我。当对方这样抱着你的脖子的时候呢，你呢用手不要从外面啊。